继续要来看是这个苗栗通宵警察分局日前发现内部的资讯记录无正常，经过调查了后，发现是派出所一个员警私底下来查询到吕梦红甲吕同事的个人资料。虽然伊讲是好奇，但是若是讲查民众的个资，毋是为着公务，安尼就违法咯。这个员警记录无好，伊就是2年前伫咧巡逻的时阵，用警车的广播放送，讲戏弄一个过路的身心障碍的人士，当时就互调职来处分，结果即摆又搁犯代志咯。伫路边举一支拐的查甫人，对放送的口令念伊徛好好，念伊阁行礼。这时阵呢，苗栗一个姓张的员警伫巡逻时用放送戏弄过路的身障人士，即摆又阁违反告诉犯。因内部稽核调查发现，征信员警非因公查询多笔个资，涉嫌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通宵分局调查，这个姓张的员警私底下调查吕梦红以及吕同事的个人资料有几百遍。虽然伊讲是好奇尔，无漏泄出去，但阁检方认定讲伊涉嫌违反告诉法加伪造文书。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进行搜索。那在27日，那跟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姓张的员警进前因为戏弄身障人士被人调职处分，一直到最近才调回原单位，想不到伊阁私底下调查民众几百笔的个人资料，引起漏泄个人资料的危机。虽然讲警方强调讲会继续加强管理，但个员警连续离谱的行为，恐惊已经重伤警方的形象。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